判院调查当咧协商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在也是抬调真济预算。行政院长杜英泰就讲，安尼会害国力变弱。以色列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第一阶段1月19开始，以军会先撤去加沙边境，即哈马斯会先放33个人。美国现任的总统拜登发表落任演说，除了讲到家己任内政绩，嘛批评 Trump 逍遥法外，佮讲有钱人当咧落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立法院1月2日后礼拜2就要收会啊。这调也是也咧协商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在也是提案抬调，佮冻结真济预算，是甲这部会文宣费抬了，数位部陆委会 NCC 的业务费嘛只剩1箍。行政院长杜英泰就出声讲，这总预算案互抬到安尼，会害国力变弱。另外，这保护台电的2000亿预算恐惊嘛有可能会规条抬调，这敢要造成电钱又搁要起。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讲，交予委员会来审议。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在野党团提出的目前的通三案，我们归纳将造成国家5大弱化。审查预算绝对不是宣泄情绪。杜院长昨下带部会首长有亲情会线，讲若是总预算互人删减真济，会互国家竞争力、国防、科技、公务人员工作绩效、政府甲人民沟通能力变差。主要是因为114年度中政府总预算也卡伫立法院，不过在野党立法院党团最近表态，会大幅度减列各部会文宣甲业务费用。内委阁点名所谓发展部、NCC 陆委会各项业务费，拢会删减到剩1箍。两岸交流可能被迫全面停摆，将造成台商投资风险大大提升，连急难救治都难以伸出援手。被删减的有一项就是整个文宣被删减的变成0。也就是说，什么都不能再做广宣。行政院编列补补台电2000亿预算，在野党放调全部删除。经济部长郭志辉坦白讲，台电的财务会受冲击。不过电价是不是调整，是由电价审议委员会决定的。另外，针对那样提案，要甲文化部补助公司23亿预算全部删除，嘛互调也又搁论战。预算审查预算是我们的天职啦，可能是删到他们的补助款，所以他们因此而决定要加入罢免的行列，表示他们最在乎的其实也是他们的补助款，不会让我们因此而缩手。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也是很傻眼哦，就是公共电视23亿的所有的预算是全部被删除，将来这些好剧也有可能在这个大笔一挥。因为总预算案目前有3000多案需要表决，国民党立委汪峰仪虽然表态会整合并案处理，提高效率，不过立法院2021日休会，敢有法度完成总预算案3读，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总统 Trump 1月20日就要就职，咱的总统赖清德是派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参加。今仔日这赖总统嘛接见访问团，交代包含民主、台美合作等3项任务。应该送我一顶假发的，很冷。看到赖总统送的保温罐甲物小包，立法院长韩国瑜一个开喙，大概是笑假。下党派庆贺团会伫18出发去美国，参加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即马国会纷纷扰扰，外界讲即届见面是调野任何界嘉宾。赖总统嘛特别强调讲，无分党派对外应该团结。在福尔摩沙，没有什么仇恨放不下。也没有什么不快过不去。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因此我非常期待台湾能够团结，团结真有力。赖总统嘛交代庆贺团3项任务，传达台湾人民的祝福，也有对民主坚定的承诺，嘛希望会当建立台美关系新的路站碑。不过韩国瑜伫致辞的时阵，并无讲到调野，是讲台湾的安全。这次可以说立法院4龙4凤，精英全出，就是传达一个心声。我们整个台湾的安全，就像一张桌子的4只脚，第一只脚保护中华民国，第2只脚保护自由民主，第3只脚维护美台关系，第4只脚维护两岸和平。
整个气氛其实都非常的好，我们也认为赖总统有机会应该多跟在野党，无论是喝咖啡也好，用不同的形式，大家多沟通。那个气氛是温暖而愉快，在国会有共识的部分能够通过啊，那有歧义的部分怎么化解？大家交换了一些意见。来参加的内阁立委讲，闭门会谈气氛袂歹，嘛有讲到有关总预算提案，拢总3296案协商的进度。那也立委当面甲罗总统表达，希望朝野会当增加互动，而且好好来沟通。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之前有中国货船驶咱的基隆港外海，是甲咱的海底电缆带转去。最近，佫有一只蒙古籍的货船，这行踪嘛是真奇怪。国安局长蔡明干就表示，最近这3冬来，每一档海底电缆拢会断7、8解，多数拢是中国创的。所以讲是会设一个资料库，加强巡检。中国宽基轮顺兴39号进行涉嫌搞断基隆港外海的海底电缆，目前唔知去倒。另外一只蒙古籍宝顺轮嘛，互人发现伊航迹无正常。佮加上最近这几天又搁驶倒来偏加苏北方，也引起关心。海底电缆是关键的基础建设，立委关心顺兴39号过去1个月伊航线可疑，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目的？海巡事先是不是有发现各样嘞？真的是来这边要卸货吗？之前进港的资料来查询那事实上他进基隆港有在装卸大量的冷冻食品、大量的冷冻货物。中午接到报案的时候，我们立即要求他到基隆外海配合，他也配合了。那天海象不好，我们完成搜证之后，因为他不是现行犯，距离案发有9个小时，所以我们没有立即查扣。台湾市区内有14条国际海缆、10条国内海缆。最近3年，平均逐年有发生7解至8解的断缆。国安局长蔡明安则来表示，包括大量抽山、地输海缆现出来损害，也佮有渔船拖网带转去，大型货轮落定时阵损害，也佮有宽基轮伫做暗号活动。这拢是较无法度处理的威胁新形态，会列做应该处理的重点。多数都是受到中共国籍的海缆来造成破坏，中共籍的船舶以及可能中共的船舶挂到第三国权益轮的这种名义到周边海运活动的状况，这部分是我们接下来主要查处跟收集情资的重点。一旦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想我们海巡会先出去。那如果海巡需要海军策应的话，我想我们也会出去一起协同。针对安怎强化海缆的韧性，跨部会共同合作。海巡甲国军会加强海缆四周围海域重点巡检，共同建立可疑船只的资料库。国民党立委陈永康建议，应该建立共同平台，掌握船只的动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以色列甲哈马斯战1年外，这阵总算是达成停火协议。经过这卡达、埃及甲美国斗桥，双方是答应分做3个阶段来停火。这头一个阶段是对1月19开始，预计6礼拜内，以军队退去加沙边境，逐天是有600架的救助车驶入加沙。要若是真一个部分，哈马斯是放一个，以色列就会放30个巴勒斯坦的犯人。所以讲，预计这哈马斯上济先放33个人，来交换以色列放出因9,000个犯人。要若是这第2甲第3阶段当时的开始，就要看头一个阶段进行了如何，才会当决定。若是顺利，这哈马斯第2阶段就甲所有的人质拢放转去，以色列嘛退出加沙，双方就永久停战。要若是第3阶段，双方就会交换去，互对方压去的兵，嘛甲已经死亡的人质遗体送倒转去，互加沙开始定格。为约旦河西翻到加沙，也有伫世界各地巴勒斯坦人听到达成停火协议的消息，大家是拢走出来外口庆祝。اليوم الحمد لله تتنسم جزء بسيط من تخفيف بعض المعاناة عن أهلنا وعن أحبابنا。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协议的内容，第1阶段为1月19开始生效，哈马斯会伫42天内释放33个人质，以色列嘛要甲差不多1000个巴勒斯坦的政府放出来。到这个时阵，以色列军方嘛会退出加沙人口较侪的所在，而且协助每一天600多台卡车载救援的物资入去加沙，救助当地民众。在第1阶段生效了后的第16天，也是2月初3，迄一天以哈双方要开始第2阶段的谈判，包括第3阶段永久停火协议的内容，
村内要活的人质要安怎甲放出来，还有最后以色列军方安怎完全退出加沙。针对这个无确定性，人质的家属也是感觉即马也毋是庆祝的时阵。It's not a joy. It's a bitter relief, but it's going to be a huge relief.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恐怖攻击，引起以色列军方大规模的报复。超过15个月的冲突，造成至少46700个人无命。战火也搁拖去到黎巴嫩、苏伊士运河等等的中东地区。这几个国家对停火协议总算有进展，是拢感觉真安慰。以色列时报引用有参与协商阿拉伯官员的讲法指出，协商会有进展的关键是要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伊派中东特使提名人维科夫，在1月11日跟纳坦雅胡见面，才会予以色列妥协的结果。It took 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to finally shake things up between the pressure he was putting on all parties involved. But the big question is, will this deal hold? Will the Israeli government keep its word? And will President Trump make sure they do so? 那哈马斯这方面，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讲法，哈马斯嘛认同协议是这场冲突重要的路站碑。不过，伊嘛警告讲，哈马斯是绝对袂原谅以色列。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美国现任的总统拜登1月20日就要落任，当地时间15就发表伊的落任演说。除了讲到伊任内政绩，嘛批评这前总统 Trump， 讲这美国这个法院去年7月裁决，讲这总统任内公务行为有下边权，才会造成这 Trump 逍遥法外，呼吁讲应该爱修宪。也若是拜登佮警告讲，这美国是当咧演变做有钱人落权的世界，是无应该甲好业人减纳税，而且这社群媒体嘛一直受到控制。其实讲这中，咱看到这几点拢是在考试 Trump。另外，这拜登嘛有讲到，总算宣布停火以下冲突，强调讲拢是伊的团队促成的。It's been the highest honor of my life to lead you as Commander-in-Chief. 拜登伫卸任进前，上尾一摆伫白宫发表演说，无袂记得强调讲，家己伫任内完成以下停火、挺过新冠疫情、改善经济状况才成就。不过，伊演说的内容嘛，藏其他意思。We need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to make clear that no president is immune from crimes that he or she commits while in office. The president's power is not limited. 伊若是暗指美国最高法院去年7月裁决，总统任内公务行为享有豁免权，互川普因为安尼当伫外口逍遥，嘛经过讲权力当集中伫少数超级好业人的手头。Today, an oligarchy is taking shape in America of extreme wealth, power, and influence that literally threatens our entire democracy, our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a fair shot for everyone to get ahead. 拜登进前发表公开批，真有感情讲到为国家服务50年是一生上大的荣幸。不过民众对于伫总统任内的表现反应是差真多。He's going to go down as one of the best presidents in history because he's a good man, kind man, decent, believes in all people, and he gave us a chance. Yo diría que pudo haber sido mejor, mucho mejor.Pero desgraciadamente no creo que haya dejado un buen legado. Entre otras cosas, evidentemente la edad lo dañó, lo afectó. 学者分析指出讲，拜登的讲过批评乌鲁拢占一半，这件代志绝对会伫历史留记录，变作后世讨论的话题。I think a lot of what he'll be remembered for now is his pulling out of the 2024 election rather late in the game that many people believe did not set up his predecessor to win.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南韩的总统尹锡悦这阵是去访掠去看守所，昨晚接受问话超过10点钟，拢无回答任何问题，嘛记录录影。问题今日下晡是搁要第2届问话，嘛去互伊用健康问题来引诱。互人逮捕的总统尹锡悦伫首尔拘留所过一暝，本来预定昨日下晡2点伫简称公调处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继续第2届询问，按过伊提出健康问题，公调处已经接受并予伊延后。韩联社报道，尹锡悦昨日下晡未接受公调处的调查，伊的律师表示，尹锡悦的身体状况无好。而且15就已经充分表达立场，无需要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温室外是伫15早起10点半，互人拘留，搁送去伫京畿道果川市的公调处办公楼。经过10点钟过40分的调查，结束了后，互人送到伫京畿道义翁市的首尔看守所。就伫迄天，温室业的支持者聚集伫公调处外口，国家警方搜索。 만약에 탄핵이 된다면 사법부도 무너진 상태라고 보기 때문에 공산주의나 사회주의로 갈 수 있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根据了解，公调处方面准备的询问内容有200多页，温室外对所有的提问拢无回答，佮记载侦讯过程录影。伊佮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出拘留合法性的审查申请。伊的律师团主张，无内乱侦查许可的公调处侦办这个案是违法。 另外，伫伊接受调查这段时间，韩国消防厅表示，有一个差不多60岁查甫人，15暗时8点，伫公调处附近小家己严重受伤。韩联社报道，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温室外无出席10时头一届庭审，所以则无正式启动审查程序。根据规定，若做即届温室外搁再缺席，法院会当伫当事人无来的情况下进行审理。 南韩目前局势引起日本甲中国的注意。日本表示，南韓是重要的鄰國，而且目前戰略環境日韓關係無變。他国の内政への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ますが、日本政府として、韓国国内の一連の動きについては特段かつ重大な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をしております。 中国外交部15表示，无愿意评论南韩内政问题，不过中韩是小隔壁，阁是合作友伴，愿意甲南韩做伙共同推展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南北半球即阵长寒，不过南半球即阵是热人。南美洲的阿根廷即礼拜庆光温度升到40度，当地重要的农作物大豆、番麦，也佫有麦仔收成，拢会受到影响。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即礼拜日头真猛，街路真狭，行无几步路，汗就插插地，车开到一半就故障。有水的所在，客满想要洗凉的民众。水公园内底大细汉囡仔围伫喷水泉边，予水淋甲规身躯。首都附近，互人列做水污染区域的拉普拉塔湖，出现民众无顾禁令落水耍的情形。 规工拢伫望水的洗车业者，夜晡晚天气热甲，不管洗过较侪车，身躯嘛无法度降温。Es terrible. Yo te digo, yo lavo auto, ni por más que lave auto, se te va el calor. Es impresionante. 气象预报人员表示，即礼拜的sau风予阿根廷若亲像伫航火炉，高温卡袂到，就是摄氏39、40度。 Esta semana en Argentina estamos viviendo una situación de temperaturas extremas y debido a la persistencia de estas temperaturas extremas también es posible que se declare una ola de calor, sobre todo en lo que es el centro y el norte de nuestro país. 气象人员嘛警告，持续无正常的高温，国家高气压，予阿根廷的天气出现热强效应，也就是予压制落来的小空气会释放更较侪热能，小空气就会停伫烟管内，无法度消透，温度就会持续升悬超过摄氏40度，有一寡所在甚至会升悬到43度。目前都要听候到拜六才有可能落雨，不过气象预告是显示落雨量无济，而且降雨区无伫农作区，阿根廷是 大豆、番麦也有小麦主要的出口国，持续的sau风会影响农作的产量，互看天食饭的农民嘛真烦恼。啊，若伫北半球，美国的纽约州是冰天雪地，扎拉西部地区因为乌白效应持续带来更较侪雪量，即使预测会达到8公分悬。乌白效应是指冷空气伫无结冰的湖水去拄着较温暖的水汽，伫正风的湖边会形成落雪情形。伊利湖甲安大略湖附近区域，连日即几天落雪已经累积达到61公分，最低温是摄氏零下7度。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同年期判一件走私案，救到一只5岁猩猩，目前这健康是恢复了真好，未来会看伊的状况放转去生态地。也若是南美洲的秘鲁是掠着有人这掠100外只的龟，按算要甲因当作宠物卖掉，这3嫌犯拢已经被掠起。 规身躯乌色的猫真好奇走来走去。同日期官方最近查到一个动物走私的案件，成功救援一只5岁大的囡仔大猩猩，号名做蔡金，意思是囡仔。目前已经交予医术担保一间动物园来甲照顾。Güreşmeyi çok seviyor. Hatta 2 bakıcı olarak bakıyoruz. Biz herhangi birimizi yendiği zaman üzerimize çıkıp şu bildiğiniz hareketi yapıyor. Zaferini kutluyor yani öyle söyleyeyim.
肇事集团本底是打算甲蔡金对非洲运去泰国的曼谷，结果伫个土耳其伊斯坦布转机的时阵，就互官方查到。目前伊已经适应动物园的环境，健康的状况嘛真好。除了甲伊小燕，阁会抱牛奶罐仔啉牛奶，真正有够古锥的。未来动物园的看状况，甲伊带转去原生的生态地。同款是走私动物，南美洲的秘鲁是9.164只砖头母讲遐尼大黄头边颔滚龟。¿No? Y habita naturalmente las cuencas de los diferentes ríos amazónicos, ¿no? Entonces, estas tortugas son extraídas ilegalmente para ser comercializadas en diferentes departamentos. 头边颔滚龟红叫做是忍者龟，红叫做叶龟物种，但是因为设立这个外形，颔滚阁有特殊的黄斑，嘛是有真侪人甲伊当作宠物在饲，大家会当卖到500-600块的台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过去要看敢有伤过大颗，会用算 BMI 的方式。不过，即阵有专家呼吁讲，除了看 BMI， 嘛要看这腹内油敢有伤过济。尤其是这器官若是包油，对身体危害就搁较大。目前判断一个人肥瘦上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 BMI， 用身悬拄起体重的平方值来判断。不过，这种方法有争议。即马一份结合全球56个医学专家看法的上新报告，呼吁应该对大块标准重新定义，加二两油的济少纳入考虑。So the Commission proposes to change the definition of obesity from simply being relatively heavy for your height to being ill because of having too much fat. 这份报告嘛建议将大块分做临床大块加临床前大块两大类。Yeah, so the new term of clinical obesity is when someone has excess body fat by either BMI and another measurement of body size, along with a symptom or sign that's impairing their health or their reduced quality of life. 一般来讲，成年男性若是二两油率超过25%，成年女性超过30%，安尼就算大块。伤济的二两油会损害身体器官，增加得着糖尿病、心脏病的风险。若是临床大块是指病患除了检出来的油已经出现疾病，也是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临床前大块时也无症头发生，器官功能也正常，不过爱持续关心大块风险。目前全球估计有超过10亿人有大块困扰，在美国有4成成年人互人列入是大块。不过根据这项新的指标，会有2成本来以 BMI 值评估是大块人，可能会当脱离大块的排名。不过嘛有另外20%的人健康已经出现状况，互人列入临床大块。另外一方面，医学研究伫先进科技的辅助也有新进展。美国的研究人员为接受阿兹海默症治疗的鸟鼠，伫 VR 头戴设备研究鸟鼠脑部控制记忆的功能变化。In order to study what this treatment is doing, we need to use a very powerful microscope and head fix Alzheimer's disease mouse underneath the microscope, and then put it in a situation where it can navigate an environment so that we can assess its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未来研究团队阁要打造更加轻便、会当移动的 VR 装置，对体型较大的鸟鼠进行后续的研究。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